攞返你細個有一陣，新界阿婆嘅膝瓜係點樣嘅？唔係而家超市買嗰種，係一條手臂咁長嘅，係表皮光滑，有重量感，炒起來無渣無苦味嘅。係阿婆係下午擠落來，係晚飯餐桌上面出現嗰種。你細個佔過，你知道係咩感覺？你知道嗰條膝瓜同你自己種嗰條係唔同嘅。但係你唔知點解唔同。你依家種嘅膝瓜係點樣？係咪短咗一截？係咪表面有啲坑紋唔夠平滑？係咪炒起來有時帶少少苦，口感粗咗？係咪同你記憶入面阿婆嗰條係完全唔同嘅東西？雖然你係種喺差唔多嘅泥土，差唔多嘅氣候，你係咪以為係品種換地？係現代品種唔如以前嘅靚，係咪以為係土壤換地？係依家嘅地唔如以前嘅肥？係咪以為係氣候換地？係暖化令膝瓜生唔好？都唔係。阿婆做過一件事，係你從來冇做過嘅事，係佢覺得係理所當然，所以從來唔覺得需要解釋嘅事。係佢嘅阿媽教佢，佢嘅阿媽嘅阿媽教佢嘅阿媽嘅一個做法，係一個喺播種之前嘅準備步驟，係一個只需要幾分鐘嘅動作，係一個啟動膝瓜種子入面一個特定生理機制嘅步驟，係令膝瓜細胞喺之後嘅整個生長周期入面做一件完全唔同嘅事嘅出發詞。係咪好奇係咩步驟？係咪想知點解咁簡單嘅嘢可以有咁大分別？借宿佢，因為我仲要同你講一個關於呢個傳統係點樣喺一代之間消失嘅故事，係一個令你聽完之後可能會有少少唔舒服嘅故事，同埋一個知道咗呢個方法之後，仲係好多人會犯嘅錯誤。係之後先講。你記唔記得有幾多次你係種絲瓜嘅時候覺得今次應該變，結果收成我亦失望？係咪買咗變種子，用好泥裝足水，施肥按時，做晒所有應該做嘅嘢，但係結果仍然係短係細係有苦味？係咪每次都係以為係自己馬女做得唔夠好，係改良一樣，下次再改良另一樣，但係嗰個差距就係一直係度。你嘅絲瓜同阿婆我條嘅差距，係就係一直係度錯唔仔。幾下你係一個種嘅入面花咗幾多喺絲瓜上面？變種子係10幾蚊一包，好泥或者泥土改良液係幾十蚊，肥料係幾十蚊。如果有買保固液或者防蟲藥，係再多幾十蚊，加埋時間同精力，結局還返來嘅係一條比超市賣嘅仲細仲苦嘅絲瓜。係咪有少少唔值嘅感覺？係有道理咁覺得嘅，係因為你係喺錯誤嘅方向用力，係種子落地之後至收成嗰個階段用晒所有力氣，但係種子落地之前嗰個準備階段係完全略過嗰個階段，係阿婆永遠都唔會略過嘅某個階段。喺呢個階段，係決定咗之後整個生長周期嘅基調，係就好似你係開演唱會之前有冇暖聲嘅分別，係你暖完聲之後嗰2個小時係完全唔同嘅狀態，係一個最初幾分鐘嘅決定，營養咗之後所有嘢嘅邏輯。你有冇試過喺種絲瓜之前做任何特別嘅準備？係直接摸返嚟就播，定係有做過些咩？留言話我知，因為你嘅答案
係我想了解嘅資訊，係之後有用嘅。喺一個具體嘅年份之前，新界種絲瓜嘅阿婆係有個統一嘅習慣，係唔係某一個村、某一個家族，係普遍嘅習慣，係大家覺得理所當然，所以從來唔提起嘅習慣，係就好似食飯之前要洗手，係冇人覺得需要解釋為咩要洗手嘅嗰種理所當然。呢個理所當然係喺一代人之間消失嘅。粉嶺龍躍頭有個叫做文少英嘅阿婆，係60年代新界種絲瓜嘅農戶入面其中一個，係由佢家婆手上索嘅種飯，係喺呢一條村種咗幾十年嘅人。佢嘅絲瓜條條係市場上賣上最便嘅，係菜販指定要攞果嘅話嘅，係同樣一片地，佢嗰度收成出嚟嘅絲瓜係明顯大過其他農戶嘅。附近嘅農戶問過佢點解種得咁好，佢每次都係答同一句話：係咁呢，係要呢樣做先得嘅。佢覺得佢係解釋緊，但係聽嘅人係搞唔清楚佢講嘅呢樣係指哪個部隊，因為對佢嚟講呢個報告太理所當然，佢冇意識到呢個係需要詳細解釋嘅嘢。70年代，香港農業係大幅萎縮緊，新界農地係大量被收購用作發展，農戶一個一個離開農地，搬去市區或者公屋。雲秀英嘅家人都係咁，佢嘅仔女係去咗念書，係去咗做嘢，係農地賣咗之後去咗市區生活。雲秀英係最後一個留喺村入面嘅，係到佢唔能夠再自己打理嗰片地為止。佢離開之前，係有冇同仔女講過呢個種絲瓜嘅習慣？係講過嘅。係有一次係飯桌上面講起過，話如果你哋日後想種絲瓜，記住要先咁做。但係對仔女嚟講，佢哋當時係唔計劃種菜嘅，係唔覺得呢個資訊同自己有關係嘅，係就係咁，係一隻耳入一隻耳出嘅。雲秀英走咗之後，呢個習慣係龍入頭消失咗，唔係因為有人反對，係因為知道嘅人係一個，係佢走咗之後就冇人再知，係只係龍入頭嘅事，唔係，係喺整個新界農業社區，係70至80年代都係發生緊同一件事，農夫散去。農業知識唔係文字，係口耳相傳。口耳相傳嘅兩條一段，就係永久嘅消失。唔係有人刻意毀掉，係呢代人唔再種菜嘅現實，令傳承自動中斷。廣東農村嗰邊係一樣，50、60年代大量傳統農業知識係唔科學嘅標籤下面地放棄。70、80年代。公國話令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帶走咗人，但係冇帶走知識，係留低嘅係一個空白，係之後嘅人係要重新摸索某個空白。而家有學者喺廣東同新界嘅老人入面做口述歷史，係收集呢類傳統農業做法，已經講翻一部分，係有部分係永遠都係往唔翻，因為文秀英呢類人已經早咗，冇留低任何文字。你係咪覺得咁係可惜？係咪覺得如果當年有人認真問文秀英，你究竟係點做？係咪而家你唔使每次種絲瓜都係失望？係啊，係咁。如果你覺得文秀英嘅故事係一種損失，
係一種值得記住嘅遺憾。不過 like 唔係為呢條片，係為文秀英，係為所有知道緊係咁嘅，係要呢樣做先得嘅，但係唔知道點解釋嘅人，係為佢哋嘅知識值得被記住，同埋係為而家仲係對住自己短短嘅苦絲瓜不明所以嘅你。好，而家我解釋呢個準備步驟係咩，同埋係點解生物學上係有道理嘅。絲瓜種子係一粒硬殼包住嘅種子，係外殼係相當厚實嘅，係跌界嚟保護裏面嘅胚芽度過乾旱，度過儲存，度過唔利嘅環境嘅，係一粒天然跌界係等待嘅種子。呢粒種子係等待兩樣嘢：足夠嘅水分同埋一個觸發信號，係話佢而家係安全嘅，而家可以發嘢呢嘅信號。係自然界呢個觸發信號係溫熱嘅雨水，係幾日嘅持續失原，係令種皮軟化，令裏面嘅胚芽確信係個安全先開始啟動。但係你直接將乾種子播落泥度嘅時候，係俾種子一個可能有水嘅信號，唔係確定係安全嘅信號。係種子係一個猶豫狀態開始嘅，係種皮唔夠軟，係水分進入胚芽嘅速度慢，係發芽嘅啟動係遲緩嘅，係頭幾個禮拜嘅生長係一個半醒嘅狀態。呢個半醒嘅狀態係影響絲瓜整個生長周期嘅，係唔係只係發芽慢咁簡單？係植物激素嘅分配格局係最初確立嘅，係細胞分裂嘅優先次序係最初設定嘅，係一個清醒啟動同一個半醒啟動嘅植物，係之後幾個月嘅表現都係唔同嘅。文秀英做嘅嗰個盒罐係浸種，係播種之前將絲瓜種子浸喺微溫水入面，時間係一整晚或者超過12個小時，係令種皮充分吸水軟化，係令胚芽係充分水化嘅狀態下開始發芽，係模仿自然界嘅一場持續溫熱嘅雨。係咪覺得太簡單？係，就係咁簡單，就係咁，係理所當然，所以冇人覺得需要解釋嘅咁簡單。當種子係充分浸水之後發芽，係一個完全不同嘅狀態。根時係更快伸展，係第一條根係更快更長，係根毛係更早出現。係從土壤吸收水分同錳物質嘅能力，係喺第一個禮拜就係建立得更完整嘅。係呢個第一個禮拜嘅差距，係之後整個生長周期都積累嘅差距，係你最後見到嘅條絲瓜碎咗一截嘅隱藏起源。生長激素係充分發芽嘅種子入面係均勻分配嘅。係有足夠資源分配俾所有生長部位嘅狀態，係結果係果實可以種樣充分生長，係苦味素係唔需要作為防禦機制大量分泌，因為植物係健康係飽足嘅狀態。係明唔明白而家？係苦味唔係品種問題。係植物喺壓力下分泌防禦物質嘅反應，係一個半醒啟動植物，喺之後嘅生長入面，始終係處於輕微壓力狀態嘅結果。阿婆嗰條冇苦味，係因為嗰個絲瓜
係喺一個充分啟動、全力生長嘅狀態，係從第一日開始就係咁嘅狀態。你係咪依家明白點解同樣嘅地、同樣嘅肥、同樣嘅水，結果係可以咁唔同？係喺種子落地之前嗰12個小時決定嘅。係只有新界先知道戰種呢件事？唔係，係世界各地嘅農業傳統都有呢個做法，係各自透過種植觀察積累嘅養同智慧。印度嘅傳統農業入面，係播種前珍種，係被記錄喺古老農業典籍入面嘅，係被稱為種子嘅覺醒嘅概念，係本地農夫幾千年嚟都係咁做嘅。但係喺英國殖民地農業推廣嘅年代，係被標籤為迷信同原始做法，係被鼓勵放棄解用現代直接播種法。係後來有研究確認，珍種對發芽率同早期根系生長有顯著幫助。係呢個原始做法係有科學根據嘅。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文化背景，係相隔幾千公里嘅地方，係完全唔同嘅世代，但係相同嘅智慧，同係因為現代化呢個概念而被部分遺忘。係唔係好似一個仲闊嘅模式喺度？係有，係人類農業知識歷史入面係一直係度發生嘅模式。而家係致命錯誤，係知道珍種之後，仲係好多人犯嘅一個錯，係令呢個方法效果減半，甚至完全無效嘅錯。係你第一次試嘅時候，好可能會犯嘅錯。係呢個用凍水浸或者浸得時間唔夠。你知道要珍種，你拎個杯放種子入去，倒自來水，係凍嘅自來水，浸幾個小時，見到種子有少少膨咗，就拎出嚟播。係覺得已經做咗，係覺得應該有用，但係凍水係唔能夠有效軟化種皮嘅，係因為種皮入面嘅纖質保護層係需要溫度先能夠軟化。係凍水真係種子吸水嘅效率係大幅低於溫水嘅，係可能浸咗一晚，仍然係冇達到充分水化嘅狀態。正確做法，水溫係要係攝氏30至35度嘅微溫水，係唔係熱水，唔係燙手，係舒直溫暖嘅感覺，係你用手試水嗰時係舒直而唔係燙嘅溫度。浸種時間係最少12個小時，理想係一整晚16至18個小時，係要喺室溫環境入面，唔係放喺雪區。點判斷係咪浸得夠？係拎起種子，係感覺係原來嘅體積上漲咗20%至30%，係種子係微微側大，係手感係從硬邦邦變成係有少少彈性嘅狀態，係呢個狀態係代表胚芽係已經係充分水化。係準備好發芽嘅狀態，係可以播種嘅時機。仲有一樣係好多人唔知嘅，浸種之後係要即時播種，唔可以將已經浸好嘅種子放喺度等第二日，係因為已經開始活化嘅胚芽係缺水嘅環境下係會受損嘅，係浸完就要播。唔好拖，係咪覺得係唔複雜？係就係唔複雜，係就係一個水溫、一個時間、一個即播嘅落節，係就係呢
3樣嘢 combine 串埋，係你下一次種絲瓜嘅準備流程。播種前一晚，燒少少熱水，滾落凍水入面，調到微溫，係攝氏30至35度，係用手試溫度，係舒適而唔係燙嘅，係放種子落去，係用一個介住嘅容器或者包住嘅布保持溫度，浸一整晚12至16個小時。第二潮，啟種子係咪拍大咗？係咪手感係有少少彈性？係準備好嘅信號，即時播入準備好嘅泥入面，唔好拖延。播完之後，係其他所有你本來已經識做嘅嘢，裝水、施肥、管理，係全部照操。係呢一個改變唔影響你之後嘅任何步驟，係只係加咗一個播種前嘅晚上嘅動作。隔個禮拜之後，你會見到發芽係更齊更快，根系係更早可以見到地面以上嘅生長反應，植株係更早係更有力嘅狀態建立。到收成果然，係你自己決定呢一個分別係唔係真嘅時候。你今年嘅選擇係甲，繼續直接播種，繼續收成短細苦米絲瓜，繼續唔知原因係咩，定係乙，一整晚微溫水即播，等你自己見到分別。係評論話我知係甲定係乙，同埋話我知你喺邊度種絲瓜，係天台種植箱、陽台，定係種有地嘅新界或者廣東？係咪仲記得有冇試過自己阿婆或者街坊阿婆嘅絲瓜係點樣嘅？留言話我知，因為呢啲記憶係有用嘅。係我想記錄落嚟嘅。每次你係播種前，某晚將種子放落微溫水入面，係一個你細個見過阿婆做，但係從來冇問過點解嘅動作，係一個文秀英覺得理所當然，所以從來冇解釋過嘅動作，係一個喺一代人之間消失咗，然後係而家重新喺度嘅動作。你唔係照辦早晚，你係恢復一條傳承嘅鏈，係文秀英嗰代之後斷開嘅鏈重新接翻，係用你自己嘅雙手做緊幾代新界阿婆覺得理所當然嘢。力量唔係喺攰種子入面，係你播種前某個晚上入面，落心啲先至收得多。